其實對咩對手，我哋最緊要就打翻自己嘅風格啦，即係可能我哋而家3年半，即係衝擊緊4年半嘅時候，咁我哋都冇乜話咩大包袱嘅，可能自己身為隊長同埋 setter 啦，咁每一球都要經過我手嘅，咁就盡量去令到隊友唔好咁驚，即係自己都唔好咁心急啦，即係緊張分就話唔緊張就假㗎啦，但係最緊要你點樣調整到自己個心態就其實都冇乜放盡下。